战前上款为了宣传12月19号东港有圣诞变装游行等活动，记者会中特别安排迪士尼公主甲玩具总动员的角色排演，提前让市民感受圣诞欢乐的气氛。根据了解，今年战前上款已经迈入第4档的圣诞嘉年华。除了艺术、宠物装扮温馨，到时也个邀请当年关怀流浪动物的艺人大机来现场赞声。开始经营商款真无简单，有人潮才有生理，所以定爱持续办活动来吸引消费。对此，市府经济发展局嘛全力协助，做回来拼经济。那今年刚好中央经济部政府协助处有一些补助的计划，那市政府也协助商圈一计划跟中央争取一些经费。那今年争取经费里面有包括一些软体的补助包括活动行销活动的补助有40万。那还有环境准备的部分有50万，那我想这些都会让整个我们站商圈的一个不管是软体的服务也好，或是硬体的一个环境，我想会越来越好。那这个也可以提供给消费者一个更优质的一个购物环境。那未来我想市政府还是会持续的跟站商圈这边一起来努力，让我们站商圈未来会越来越好。上款今年嘛首次打造8台特色餐车，一台造价大概5万块，车头印有上款的标志，标就是要担任市集重要的宣传任务，嘛向前战前上款的重要地段，想要去倒就对家出发。主要我们在餐车呢，塑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战前驿站的一个意象。我们希望这8台餐车出去的时候，它可以传达到，告诉所有的人，就是这个就是战前商圈，它的形象非常的鲜明。那我们的商家呢，也可以利用这餐车呢，可以办市集，一起办活动。好，那大家一起凝聚这个战前商圈商家的向心力。那透过这些在外面的一些展演啦或商业啦，可以让我们战前商圈呢，可以做更大的曝光。主办单位12月19号东港嘛持续配合政府推广行动支付，只要消费就有机会抽折扣币等好康，而且市民上午11点到下晡6点来到现场，感受商款热情的气氛。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